快變身成為 TVN 嘅大日子，鎖定全方位精彩特備節目。下午12點，全新製作，率先報道 TVN 最熱話題，解讀 TVN。下午12點10分 ，TVN 話題劇作，揭露職場血淚史，未生。下午2點50分開始，一次過飽覽一整輯人氣偶像網劇《我們分手了》。下午5點50分，名人紅星帶團示範，教你狂食2日1夜，吃貨48小時。晚上6點55分，追查失蹤者，尋找社會公義，特殊失蹤專案組 M。晚上9點30分，各挑戰者爭逐韓國料理冠軍寶座，廚神當道韓國版4。晚上11點，星級名廚白中原將家常料理秘技傾囊相授，拯救廚男2。只在 TVN， Where Fun Takes Off。